讲到新加坡逼出名册诈骗民众去互广告城市说安装有目标停车 App， 互诈骗集团控制手机啊，偷摕民众网络资料的网络银行的口座资料。目前被到1900名新加坡民众哄骗，诈骗的金额有7亿8千多万。诈骗集团竟然是台湾和马来西亚的人。咱的刑事局和外国警方合作，伫台湾也个马来西亚抓到6个嫌犯。 找找宠物美容共享汽车，新加坡民众定定利用名册比价找优惠，抓去互诈骗集团挡到，刊登假的商品广告，吸引民众询问，再搁透过假的客服服务，诱拐下载有木马停车的 App， 得到被害人手机的权限，透过远端操控，甲被害人网络银行的钱全部转去。诈骗金额有达到新台票7亿8430万，有1899个新加坡民众受害。诈骗集团竟然是为台湾甲马来西亚来。 被诱骗去下载一些不明的含有木马程式的APP， 那其中呢有一些台湾的 IP， 新加坡警方的初步的估计呢，被害的民众大概有超过1800多人，接近2000人。刑事局表示，有接到新加坡警方通知，将千人的网络银行风头转去，对查发现 IP 的地址是伫台湾甲马来西亚，警方以涉嫌诈欺、妨害电脑使用洗钱这个案扩大侦办。台湾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三方头一届跨境合作，警方5月伫国内原来有查到机房，抓到4出的查甫人定性的嫌犯。马来西亚6月嘛伫当地抓到2个人，使用木马程式操控被害人的手机。 操控的时候，因为被害人的手机整个变黑色的，然后也断讯，就是什么简讯通话都通通会被断掉，所以被害人都完全不知道钱被转走了。诈骗集团把转销的金额换做虚拟货币泰达币来洗钱。警方向桥头店法院申请涉案的金融销户加不动产财产扣押，拢总4301万。另外，目前也有一个姓李的主嫌也被抓到。刑事局是讲，持续甲各国警方合作，追查主嫌的下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